大家好，欢迎收看《台语真练长》，我是文轩。顶礼拜有讲到江南案大概过程，江南案的重大程度，甚至影响到蒋介政权无法度继续伫台湾延续。2020年发表的江南案史料类编的记者会中，国史馆的馆长陈义深就指出，江南案牵涉到政府官员温存恶毒分子去美国的领土杀害一位美国公民。最后嘛引起美国愤怒，不得不介入调查。当时，主政者蒋经国嘛感受到空前的压力，这嘛真有可能是蒋经国伫上尾几年不得不走向开放的原因。史料当中嘛显示，李登辉前总统伫1990年上任之前决定赦免叛乱犯，尤其是美丽岛事件的相关人士。不过上尾是予当时的国防部长叶碧春和法务部长李友文提出的名单，包括王希玲、陈启礼和吴敦三个人，结果因为美方的反对，后赴方踢掉。当时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 Thomas Brooks 表达反对。在这场记者会当中，嘛是第一摆公布陈启礼的保命录音带。好佳在有这个录音带。陈启礼的部下张安乐将录音带交伫美国人的手中，证据伫美国人遐，这案才袂像林体迄案或者是陈文成案真歹侦破。顶摆阮嘛有讲到，当时的情报局长王希玲、副局长吴怡敏、第三处处长陈好门拢互照军法判刑。三个人原本是互监禁伫国防部军情局看守所。不过后来，因嘛互国防部刷去一个特区，包括公用餐厅和客厅、王吴两个人的册房、房间、便所，各设一个传令兵，真豪华的特殊待遇。根据吴怡敏的讲法，是因为当年地震才会造成宿舍的安全出现问题，所以才来起这个特区。这个特区即马嘛伫经美人权园区展出。警周刊伫2020年报道，一份36年前警备总部伫疫情专案真迅速编停，当年红列做机密的德联邦组织应急表。12章的内容详细记载德联邦自创办到变衰微的过程，自老大到帮长，拢互一个一个记伫内底。阁写着陈启礼、张安乐等等帮内重要老大的动态。嘛讲到乌帮的成员加入政府的组织来做重要任务，这嘛等于是互当年当局和乌帮互相利用的这个记录献光。张安乐受访的时嘛证实，这份资料确实会使互社会大众更较了解当局和乌帮之间的牵连。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确实有一部分是和乌道互相挖靠。事实上，陈桂心伫1989年，捌因为江南案伫美国加州的红木城高等法院受审。伊嘛伫这个过程当中，透过律师宣读一份我的声明，指出这毋是个人的行为，嘛毋是帮派的行为，是政府的行为。今年3月，时报出版《江南案清手》陈桂心这本册。陈桂心伊家己伫作案过工，伊看到报纸才知影家己犯了大错。伊拍开一看，强要当场昏倒。原来当时报纸拢以头版来报道江南风刺杀的新闻，伊才知影原来江南的本名叫做刘义良。原本伊拢掠准家己咧替国家做代志，拄汉奸叛徒。江南案会当顺利破案。不过外界要是有人质疑，蒋介才是幕后的主使者。咱做一个享受民主成果的台湾人，看到江南案应该有真复杂的感觉。一方面，咱看到江南案推动台湾的民主化；另外一方面，咱看到刘义良这位作家无辜的牺牲，嘛感觉到真艰苦。